慶王聽到皇帝咁講就好謹慎咁話：係嘅，不妨先派人去使館講明，如果一定要打仗嘅，就要下期回國。慈禧太后就話：好，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我哋中國從來都係寬大嘅，可以派幾個人去通知使館，限期下期歸國。於是慈禧太后決定派3個人分別去各個使館交涉，一個係兵部尚書徐用儀，一個係內閣學士栾元，一個係戶部尚書立山。徐栾兩個人一直喺總理衙門行走，職司所在，冇得推辭。但係立山就有異議啦，佢話奴才從來冇做過洋務。皇帝就質問佢話：舊年喺頤和園接待各國公使，唔係你做嘅差事咩？慈禧太后就唔似皇帝咁好言商量，黑起個面話：你敢去固然要去，唔敢去都要去。立山即刻就唔敢出聲啦，同徐用儀、栾元一齊先退咗落去。慈禧太后亦都好體恤，以呢3個人身入險地，於是就命令榮祿派人遙遙保護。等到廷議結束，軍機大臣同埋總理大臣仲有好多事要商議，坐定咗之後，彼此互相詢問慈禧太后所宣示嘅召會喺邊度嚟嘅。榮祿就話係羅家傑嘅密電，袁廠就好率直咁話：咁就太過離奇啦，駐京各國公使都冇咁講法，駐天津嘅各國提督亦都冇咁嘅講法。李爵相劉濟軍喺廣州江寧打嚟嘅電報都話各國外務部表示呢一次調兵來華係為咗保護使臣，助剿亂民，一定唔會干預中國內政。何況又未開戰，點解會要挾我哋呢？榮祿就知道自己太過疏忽啦，跟住就唔出聲。許景澄同埋那同虛此一行，狼狽咁翻嚟。佢哋係俾義和團嚇翻嚟嘅。2個人出咗齊化門，去到豐台，撞到40幾個義和團揸住刀，拿住一面扶清滅洋嘅大旗蜂擁而嚟，向住喺茶棚嗰度休息嘅許那2個人好唔客氣咁問：你哋2個做咩㗎？那同就話：奉旨阻攔洋兵入京。嗰個大師兄就喝佢話：你哋一定係吃教嘅，勾引洋人嚟打中國人，走！跟住不由分說，將許景澄、那同連埋啲隨從一齊湧到去權壇，撳低佢個頭，向紅軍老祖嘅神像行咗3跪9叩嘅大禮。跟住另外有個大師兄就話：你哋2個係咪二毛子？勾引洋兵入京，要焚表請示。所謂嘅焚表係喺蠟燭上邊燒一張黃表紙，紙盡灰揚，表示神已經默認，如果唔係就有麻煩嘅啦。許景澄同埋那同都聽過義和團嗰度呃人嘅花樣，估計佢哋唔敢殘害大臣，就只有靜靜咁睇住。果然黃表紙燒完啦，灰白嘅紙灰就冉冉升起，跟住佢哋就話：幾好，你哋唔係二毛子，不過你哋話奉旨阻攔洋兵呢個說話唔知係真定係假，就算係真，都唔使你哋去阻攔。洋兵即本嚟呢，嚟1000殺1000，嚟10000殺10000，自然有天兵天將、6丁6甲保護大清江山。你哋去攔佢哋，唔使佢哋嚟送死，就係幫住啲洋人，唔得嘅，唔得嘅。講完呢個人搏命咁喺度搖頭。那同就話：大師兄，我哋係奉旨辦事，冇同洋人見一面係唔能夠復命嘅。唔復命咪唔復命咯，有咩好復啊？嗱，佢嘅說話就不可理喻，唯有報以苦笑。
那童同埋許景晴就此翻嚟嘅。於是第二日一早回京，入到城直接去宮門復命，遞上一個簡單嘅奏摺，話俾義和團阻住，唔能夠同洋人見面。本意係等叫起之後，當面陳述義和團種種蠻不講理、目無朝廷嘅情形，或者可以感革天心，令到慈禧太后有所覺悟。但係點知完全冇咁嘅機會。慈禧太后有啲更加重要嘅人需要召見。第一個係啱啱喺涿州回京嘅江毅，佢已經知道朝局有咗極大嘅變化，變到比自己想象嘅更加好，所以佢覺得義和團唔使力言當用，該用就淨係話要用就得啦。要喺進見嘅時候搏命咁讚義和團嘅神奇。慈禧太后就好似平時聽李蓮英講外邊嘅新聞咁樣，聽到唔記得咗時間。江毅嘅獨對幾乎用咗成個鐘頭，接落嚟就召見步軍統領崇禮，垂詢前門外邊大火嘅善後事宜。等軍機見過面之後，忽然間又特招處理順天府尹陳葵龍，係為咗四大行忽然間停業，市面人心俱亂，唔能夠唔即刻諗辦法。原來北方嘅銀錢業同南方嘅唔同，以牢房為樞紐，喺南方牢房由錢莊銀號附設嘅，無非係將各種成色唔同嘅元寶、銀樣、銀條回爐去重鑄，劃一成色嘅啫。但係北方嘅牢房就自成局面。除咗野銀鑄寶之外，經營存款、放款、匯兌等等業務，仲可以發行票據代替現銀，講地位喺票號錢莊之上。京師嘅牢房有20幾間咁多，都設喺前門外邊。大柵欄以東嘅珠寶市，老德記一伙，殃及池魚。20幾家牢房燒到光晒，於是大小銀號錢莊即刻就周轉不靈咧。設喺東四牌樓嘅四大行、恒興、恒利、恒和、恒源四家錢鋪唔能夠唔閂門。四行係200幾年嘅老店，南北聞名，信用卓著，所開嘅銀票流通好廣，一旦停業，唔知有幾多人財產生計忽然間就成空，所以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慈禧太后知道呢件事唔能夠善後，唔使等洋人嚟攻打，京城就會大亂嘅啦，所以慈禧太后都有啲急。慈禧太后一開口就係話：崇禮可恨，四行因為牢房燒咗，呈請歇業。呢件事關係重大，我叫崇禮諗辦法維持。本來想佢同四行有來往，又係地面衙門，容易料理。點知佢一味叩頭，推話係順天府嘅事。你係地方官，我唔揾你揾邊個？陳葵龍就話：係嘅，臣職責所在，唔敢推辭。我諗四行向來有信用，亦都唔係虧本倒閉，無非係牢門唔開牢，一時間冇現銀周轉。如果銀根真係好緊，公家可以借銀兩俾佢，叫佢哋即刻開市，費事百姓受苦啊！係嘅，臣遵旨同戶部去商量。你唔使指望戶部啦，你翻去衙門之後，即刻揾四行嘅人嚟，同佢哋商量開業嘅辦法，一定要喺3日之內開市。係嘅，我聽榮祿、江毅佢哋話，你好能幹，好好當差，我一定唔會虧待你嘅。等到桂安退咗出嚟，就見到江毅喺殿門外邊，佢走上嚟話：小石，四行嘅事太后同我講過，我話一定要你做至得。而家有句話奉告，亦都可以話係拜託，
四行嘅事，無論你點樣處置，千祈唔好搞到當鋪啊！嗱，佢嘅字講得清清楚楚，但係唔知佢用意何在，只能夠應承住返到衙門，跟住就照慣例，凡係有關地方上面嘅大事，請治中、經歷同埋大興、縣平兩個縣一齊嚟會商，講明咗召見經過。陳奎龍就徵詢屬下嘅意見。大縣兩個縣係油滑嘅老官，見到陳奎龍一躍成為京城嘅地方長官，唔知佢有咩本事，都要諗下佢嘅份量，所以你望我，我望你，冇獻計策。字中姓黃，山東人，忠厚冇用，發言亦都冇用。最後就輪到經歷講嘢啦。經歷叫做邢兆英，係浙江紹興人，本來係幕僚，因為軍功舉補做咗官。呢個人好有經驗，從容咁獻計話，接濟四行先要籌款，城廂內外一共有110幾家當鋪，不妨由大興、縣平兩縣傳諭，每家唔使多，淨係借1萬兩銀，即刻就有110幾萬兩，足可以救四行之急嘅。當鋪入邊有殷實股東，1萬幾兩銀係區區之數。聽講江中堂自己就有3家當鋪。陳奎龍就恍然大悟，原來江毅嘅本意係咁。心入邊雖然不自覺咁諗起肉食者鄙呢句說話，但係始終唔敢得罪江毅，就擺住手話當鋪同四行風馬牛，唔使攞官勢嚟借錢嘅。上頭本來就應承咗，準借官款，亦都唔使連累當鋪。不過四行借咗官款，將來點樣還法，都要各位諗個計策。如果唔係責任都喺順天府尹一個人身上，萬一四行唔還錢，我一個窮京官喺公事上邊點樣交代嘅？邢兆英就話：咁亦都唔使顧慮嘅。京城入邊木廠、洋貨、票號、糧食鋪、當鋪都係大買賣，一定會向四行借錢嘅。咁就攞佢哋嘅借據作為抵押。如果就借官款100萬，就叫四行攞100萬嘅借據，全副備用就好啦。陳奎龍就話：呢個方法好，不過商號嘅情形各家又唔同，攞嚟嘅借據一定要靠得住至得噃。於是佢哋就斟酌再三，認為票號殷實，而且喺山西都有老店，當鋪就算係倒閉，貨架上邊都有貨，亦都可以封存變賣，所以決定由四行提供呢兩種行業嘅借據作為擔保，就請撥借內幣報款各50萬兩。呢個奏折一上，即刻就批准，人心就為之一定。但係內幣50萬兩即刻由內務府嗰度攞到，報款就冇着落，因為正陽門以北、天安門以南一帶各衙門就喺呢2日已經俾董福祥嘅金軍所佔據，戶部銀庫冇辦法開啟。陳奎龍就只好去揾戶部尚書黃文韶啦。黃文韶就話：局勢擺喺嗰度，連我自己都翻唔到本衙門，金軍又點會俾人入去搬銀兩呢？再講銀庫一打開，金軍就見財起意，洗劫一空。呢個責任係你孭，我孭，定係董升武去孭？是非得已，只有你自己諗辦法去借。一旦銀庫能夠打開，一定唔會少你銀兩嘅。陳奎龍就無可奈何，只好翻去衙門諗辦法。50萬兩現銀唔係細數目，喺邊度籌措呢？正係急到唔知點辦嘅時候，有人指點咗一條明路。
呢個人係陳奎龍以前喺兵部嘅同事，掌管輿圖，對宮禁要地好熟悉。佢指出戶部有座內庫喺東華門入邊，內閣內堂東南隅。呢個係陳奎龍知道嘅，唔知道嘅係當咸豐年間英法聯軍內犯嘅時候，文宗曾經命令戶部尚書肅順提銀兩100萬兩，轉藏喺內庫，以備緊急之需。呢筆巨款由咸豐11年10月，兩宮太后帶住穆宗喺熱河回聯翻嚟，40幾年都未用過，而家唔用更待何時啊？聽到呢番說話，陳奎龍就喜出望外，即刻就走去西苑揾黃文韶講呢件事。黃文韶亦都俾佢提醒，就話確實係有咁嘅事，但係而家我冇辦法幫你去做，即刻又要叫大喜嘞，點辦呢？嗱，講起嚟就巧，啱啱講完，發現英蓮匆匆咁嚟到，遇到呢個人比黃文韶就更加有用，因為英蓮係戶部左侍郎，照例係兼管3庫事務，而且看管銀庫嘅司官係滿缺，由滿缺堂官去指揮，比較容易聽話。即刻就由黃文韶講明經過。英蓮因為奉旨交辦事件唔敢怠慢，就由陳奎龍陪住去啦。第3次御前會議召集之前，傳嚟一個好不幸嘅消息，大夫口失守啦。大夫口係喺5月21黎明俾聯軍所攻佔。聯軍喺前一日下晝有照會俾守將羅榮光，限期凌晨2點鐘撤出大夫口炮台。羅榮光即刻就將原件轉呈俾裕祿。到咗午夜，未接到指示，為咗先發制人，開炮轟擊，打沉咗聯軍2隻小船。而嗰個時候聯軍已經有一小部隊登陸啦。黎明時分，水陸夾攻，好輕易就佔領咗2座炮台。裕祿接到報告，唔敢即刻奏聞實情，淨係話喺度奮勇抵抗。隔咗1日，先至飛奏大夫口失守。慈禧太后就話：洋人打咗入嚟咧，皇帝嘅意思仲喺度猶豫，係和定係戰？你哋大家講啦。在耳就接住慈禧太后嘅說話，大聲話：今日之下，有我無敵，有敵無我。呢個時候仲唔宣戰？唔通要等洋人殺入京城咩？江毅跟住附和話：民心可用，而且人心可恥，呢個係報仇雪恨嘅好機會。如果仲遲而不決，民心渙散，呢一下就真係完噶啦。有呢2個主戰嘅急先鋒首先發言，附和嘅人一個接住一個，個個都顯得慷慨激昂。老成持重嘅見到咁嘅情形，即刻就唔出聲啦，唯有聯員單獨喺度唱反調。話就唔係咁講啦，而家喺中國嘅洋人有11國咁多，一國結怨11國，勝敗之數微不可知啊！萬萬唔能夠魯莽啊！慈禧太后就勃然大怒，話乜嘢叫做魯莽啊？在耳就跟住插口話：聯員係漢奸，請皇太后降旨，將聯員立即正法。國事敗壞就係因為漢奸太多，唔殺1、2個，皇太后嘅說話係冇人聽嘅。睇見慈禧太后盛怒之下已經動咗殺機，莊王再婚唔能夠唔硬住頭皮幫阿聯員求情呢，因為聯員係莊王屬下嘅包衣，類似咁嘅情形，只有人及時緩解，先至可以挽回嘅。聯員嗰條命係保住咗，但係佢所講嘅說話就一無用處。